道歌调记的歌曲做搜寻以便加入播放清单。歌曲前面都加井字，可以在自己频道社群发布贴文以后有超连结，超连结的功能现在要搜寻第26项河边春梦。河边春梦，这应该是闽南语的哦，道歌那个闽南语的。你看这个就是影片资料库目录了。台湾民谣，河边春梦可能都很熟了。所以这个你看刚好在现在画面都有出现了道歌，人生需参悟闽南语版的哦。然后那个调记就是河边春梦了，所以你看这个影片才会在一起。所以现在就把那个于天唱的嘛，还是费玉清唱的，于天宪唱的啦，是这样吗？然后那个时间那么短，应该不是歌唱的了。哪一个才是正确的？这个凤飞飞河边春梦这个，来看一下，点按画面右下方3个点，然后来选道歌调记的歌曲整合，有的音乐，有的歌唱，最好是有歌词的，这个学唱道歌参考的。